我就懂习惯就是去搞水梦，不过你尤其迄老上分人水梦，我就水都懂唔好。等一下，你妈跟史杰会搞上分。又来，这是私生活的问题，不然清楚。你乱不闻啊？ 因为有段时间你出外景，还是溜马嘅东西嘛，有段时间溜马嘅东西，金工，也不清楚。节目，大电视台嘅节目练习生落去，因为有段时间你出外景啊，冇就係奇葩水幕，因為呢可能幾隻團水地杯度啊，其他都會寫嚟。安排檢房。係安排檢房，因為可能醫生咩冇按到，冇可能醫生呢個檢房，跟住可能就會留奇葩喺留土研究下水幕嘛。跟因為人研究下水強健嘅話呢，就算係冇強嘅名蟲，不過我就會水到有啲會小力就強嘅，因為我就強講去甲水到跳成法會乾上，係對方有乜嘅？衝散過會乾上，散過了。 唔中冇前頭。喊这个时间就会，他讲像我去搞问梦到马桶啊，要讲偏瘦，就会硬偷你去搞一个偏瘦地方，就会讲哦，懂畅快，就哦下去，你做不眼见，想起了就来尿哎，喊这个就按来尿，压太的时间梦到偏瘦。 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警觉，就会想啊，他慌哎，你就会很自然的就起来，就我们会来。估说你董家梦都偏瘦，董家梦都偏瘦，因为就董像，因为俺安比亚就会有一些你知道居酒屋的习惯，居酒屋的習慣，不知道可能會較大量咧，較大量咧排尿嘅習慣。跟住個水幕嘅評分，這個評分有幾多？我這個評分可能有7、8分，因為我正常時間滿分係1分係咪？我那個正常時間，比如講一年要上班，你反而差不多就是睡6點鐘。跟住喺撩年嘅時候，我做到睡到12點鐘，做冇事情做啊，都要睡到12點鐘。全部都很久。還沒做的。只有中間還有講有夢到上偏瘦啊，有可能上偏瘦。嗰樣是壓力要動態，做勢就動無限咧。啊，總算有時間好好來睡夢咧，結果我半夢。 夢到嘛，給我就啲咧硬照哦，唔啲咧照嘛嘅動力，我就一直在跑那個馬拉松。那做工我腿完後就照了3天咧，還忙停下來。那真是照到後，真天都會想啊，就太上嘅一痕哦，就講，我照你呀，照嘛嘅意思喏。啊，繼續照，結果我就同唔啲嘅夢地度嘅天公爸爸，我就講哦，然後睡夢咧，你冇幫我睡夢，我就冇去照咧，我一下立刻馬上我就要睡覺，我就盯下夢地。 睡到嘅太馬路檔，我就往下去，我就睡起嚟。可能頭擺動好看嘅卡通啊，出嚟夢到動嘅卡通明星啲麼？我記得幾時間呢？我就去到乜嘅太麥從地擺度坐去查嘅。 地擺都4時咩坐去查嘅咩？係我就有一上嘢按鈕送你一下，你就捏到嚟呀午安散步地擺度，就很像那個迪士尼的城堡黑暗的那一種。有咩繪本看聽唔到？真嘅，他講地擺度呢就有動到上木族嘅搶菜，哇，是搶菜，搶菜按鈕啊，然後我就想講，第二啲走馬給你啲麼？後面就有一上嘢，我同你講。 你愛強下來吃㗎，強下來切，按鈕就比方講，佢係落批嘅人，點啊？落批條人，叫佢切下來切嘅菜條面，跟搶菜面，切㗎，就是他們要互相殘殺的概念，互切啦，抄，然後跟住我就講，我冇按鈕，跟住我咩係搶菜，但是我唔記得我買搶菜，係我就講我冇按鈕做啲麼？唔過後面出去想個。 係講你冇愛切幾嘅花，你出來變做佛佛條地擺度嘅料理。古時候呢，我就想講看，有冇想愛跌到佛佛條地擺度？係，我就說當電影講太快出來按鈕。我夢到係可能係通版嘅通學，我曾經對記住中意，我到預創嘅先發當個呢個扮紅啊，魔法圖撈記住接觸啊，所以我就會當我夢到嘅地擺度，撈記牽手啊，撈記จิ้一下，很像變態。 都冇其他地位都會做，讓你馬上慣啊！思想犯不是犯罪，對啊，這就有出來哈！你不要跟我說你沒有這樣做過，我沒有，你確定？好啦，有。嗰成時啊，都奇怪哦，呢啲原來係要因為無奈都動態咗個 Q 啊，你喺 Q 啊要上去動態，要上去動寫，唔過咧，你
走到那边，其实都是对到那边。就会东西系吗？还有该冲劲哦，该冲劲是到你下动球，在塞动到，还有该天啊，然后体啊，该塞动到啲因为还没有高温啊，没有凸，没有散哦，最重要係該體內哦，機會叫起來，未落下去，機會天痛嘅。啱啱搭擺喺夢度聲，跟住演走到該散地圖哦，該 Q 都未得解，走到該散檔 Q 都未得解，哎哦，驚死嘅！一個時間我嘅朋友就太太上認真啊，我躺到有幾百嘅時候，我雞麻皮就紅起來，就想講。預知嘛，唔講你會發生啲鴉片啊，應該夢到樂透號碼這樣抽啊！哎，給你下聲音慢慢想。哎，假使我夢到乜嘅樂透號碼，我同講，我就唔是來溜乜嘅後上台上講。其中你就躺到你心肺度冇睇嘅兩條富貴的傳天領啊！我嘅意思講，我就來做資助，應該投資一個節目。事情咩按寫事情？外國嚟撲，定係中咗講嘅哦，你講嘅哦，等佢慢個時間撥，等佢撥夢啊！開始緊緊等到三公不要動哎，緊緊來，等佢慢慢的撥夢，真的是等你自己做夢比較快。嘿，我喺韓式嘅時節同阿姑婆講嘅，佢用成係韓式嘅時節，我去教嘅亞太做歌神以後，你部卡就有實嘅靈堂，個靈堂就當然就會講翻啊，風帆啊，風帆就講只有三傳安尼，佢有一餐誒，就一兩日就跌個身高啊，就墊模高，就講我亞太講有色爆毛，有色爆這樣做嘅東西，這樣做嘅數起來啊，佢用時就跌兩三傳，全部都模高，但係東西很亞太盲色爆啦，係冇條硬跌就冇，有乜盲色爆，所以按叫，佢後來有一年按股，係有一年按股，我嘅姑婆就夢到。亞太去請佢，就講佢想說雞腿佬旁邊，對，後來你就準備雞腿佬旁邊來擺，就一點身高，哇！亞太就會想來去搞想來食的東西，哎，你亞太想來去搞食的東西哈，跟人點模高，哦，我就冇想來吃雞髀，我不要再吃肯德基，我就要吃一般的雞髀，好冇？一般有冇？天公已經冇印象，膠這樣，哦，都是嘅，夾模嘅就是。拜託阿爸，莫嫌誒，講難買。因為我講過，夢就像剛才美倫講嘅啊，就係一個同夢翻嘅素材，佢冇乜嘅限制，係咧要做啲真實，要做啲非常嘅抽象嘅空間嘛。嗰時候其實我講過，報夢呢件事情就係想象力，做啲訓練人想象力。佢其實報夢沒有分為兩種，一種就係呢人出嘅地位度嘅幾種。好，冇，就係個故事，你係地位都會人，地位都會主角，冇聽出係主角，可能係配角，要參與，係要參與嘅故事。因為有時你本夢吼，有可能係夢到拍上，其他嘅事情，有兩種，啱嗰種就係你看嘅人，天神視角，對。我知道你兩隻事情完全冇相關，因為咧，我嘅創作力係類似我上上嘅優秀。冇中上哦！你在騙啊？什麼嚟啊？我在講到，你問下阿燕子，你有看到嗎？有啦。冇呢？你姓蕭哦。哇！好啊，因為應該咁講，雖然許多冇買連結啦，然後冇買相關，不過我喺許多做啲保持你博夢嘅習慣未好，也係超能力未好，係全當好嘅事情。因為當然夢嘅地位度，你做啲做乜嘅事情全做得啦。譬如講，有人欺負我，我咩做得到我嘅夢地位度啊？攞去保證書啊！你好做黑哦！他做啲做歡喜嘅事情，你都要夢死人啊！做得夢到這個當哥，本來就很高。不要走嚟跑走。走咧，他有同感哦。你用啥啊？你用啥？冇有嘅。所以你咪做呢度，我係夢地位度做，可能度現實當個冇可能發生嘅事情啊。譬如講，你做啲許願嘛，到啲夢地位度做啲下就放落嘅內面啊，所以應該知道真經愛。要學會做夢，各位。因為夢讀即係馬格斯是圈走的，馬格斯圈有可能嘛。Everything is possible 嘅世界。好啦，OK。英國佢前面神係冇。佢有講過啊，佢自家寫一條歌係張伯鈞咪講係博夢嘅世界。錯，你聽過嗎？你有冇聽過Q啦？感動定嘅歌，愛潮係張伯鈞，向上海上公，要發